剧不剧透，可能会哦。客不客语，好夯密，轻松一叫下来，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剧透客语，剧透客语，剧透客语 ，Let's go。Let's go。嗨，克丽子姐姐，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事呢？哎呀，我今天这个分享开场很有趣哦，我要说咯。好，你说。我记得啊，我以前念国小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要写作文？对，老师就会有那种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你有吗？你有吗？我那个年代有。有。我觉得算是蛮老派，但是一定要写。那个时候啊，我的志愿是当白衣天使，就是护士。那个时候称护士，现在是称护理师。等一下，我还写过当这个你可能不知道，车长小姐。我知道，因为以前我的什么妈妈的，就可能是我姑姑类的，他们有当过车长小姐。哦，真的哦，而且他们那时候都穿得很漂亮。对。然后就是搭公车要下车的时候，会有车长小姐验票。你蛮适合的啊。谢谢。因为你身高蛮高的。哦。对，当空姐也没问题。可车长小姐也要高吗？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在如果你让大家写我的志愿是什么，很多人会说是当网红。哦，是个趋势，对不对？真的，谁要当什么车长小姐啊？那 old school 了。真的，尤其是现在人手一机啊，社群网站这么的发达，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的开直播、拍影片，只要你够创意，素人就可以成为网红。所以当网红不是梦，真的。你看，像现在在 YT 啊、脸书啊、IG 啊这些社群平台大放异彩的现在，随便一个人只要待在一个平凡大小一般的房间里面，随便一个房间都好。就算你不是一个名人，也不是像模特儿那样什么外貌出众啊、身材姣好啊，你只要懂得直播、影音制作，然后会跟粉丝去互动，有这些自媒体经营的能力，也可以摇身一变变成超人气新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网红妙风。正确。因为那个自媒体可以让大家借由网络轻松的向不特定的对象发表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的新媒体，就像你刚刚说的 YT、YouTube、FB、脸书。你不是要讲 Facebook？ 阿凯翔 out。再一次，就像你刚刚说的 YT、YouTube、FB、Facebook、IG。Instagram 都算对。好，你知道这跟以前那种老三台的那个年代，你要上电视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现在感觉上，你只要有了这些新媒体的运用，你很快就可以在这个荧幕前面跟大家见面，可以说是印证了安迪沃荷的那句名言 ：Yes。In the future, anyone will be world famous for 50 minutes. 在未来，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在未来，大家人都做得变有名15分钟，甚至成名更久。对，这几年呢，我也看到一些求职网在针对这个台湾社会新鲜人进行梦幻职业排行榜的调查。是，结果呢？无论是男生或女生，前5名的职业，这个梦幻职业都有网红这个职业。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现在跟很多的年轻人，不管是聊天或者是在分享事情的时候，真的大家都很想当网红。不过要成为网红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耶。我的意思是，其实你看到都是大家红的，其实你要变红没有这么简单。我举个例子，通常一开始必须要有独特的个性特质或是形象，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人设、人物设定。对，这样才容易被大家记住。对，要有鲜明的人设，这样子才会让大家更有印象嘛，对不对？像是2023台湾10大人气网红，有这个英文教学的阿滴英文，这很有名啊，对不对？这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对，还有分享猫咪生活的黄阿玛的后宫生活，这也是很红。每次看到那个可爱的猫咪都超级舒压，还有这个我很喜欢大胃王的芊芊进食中每次看到芊芊在那边大口吃东西就很爽，然后吃着一堆美食，他怎么都不会胖吼。我也觉得很奇怪，有时候你看那些 Instagram 上面有很多那种很短的短影音，就是大家一直吃，
可是人就会不自主的想要去看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你最喜欢看谁？我最喜欢看一些 ASMR 的内容。哦，我懂，就是他们吃东西的时候还要挂一个麦克风，一直让大家听到那个食物的声音。对，然后他们就会故意吃什么芹菜呀、然后喝水啊。我最喜欢的是有人在炒冰，各种炒冰。比如说今天就拿了一个西瓜，好了，一颗西瓜，他直接搬到铁板上，它铁板是冰的，直接一颗西瓜放上去呢，咚咚咚咚咚就开始炒冰了。这是炒冰，这不是炒西瓜吗？炒西瓜冰。把西瓜变成冰，就它是一个铁板，但是铁板是冰做的，其实它就在冰块上面做这件事。对。然后大家就是要听那个声音就对了。对，然后也是看到画面也炒得蛮疗愈的。哦，好特别哦。哇，这我真的不知道。刚刚说到这个人设啊，最早是指在像小说、动画、戏剧等对角色的设定，包含了像姓名啊、叫什么名字啊、多高啊、那个外表长怎么样啊简单的说就是创造一个完整的人物，就是人物履历。你知道，像每次我们在过一些剧本的时候，就是要讨论那些主角的人物履历，所以在影集里面的主角都要有自己很立体的人设。后来这个概念就延伸到了偶像啊、明星啊、网红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包括像是外观、性格方面的设定，主要是为了满足粉丝们的期许。例如以前就会有那些什么玉女红歌星，就他们的人设就是玉女。Oh my God， 现在好像不流行这样了。等一下，好，那我讲别的。例如我们两个在剧透客语这个节目也有各自的人设啊，你的是什么？我的人设哦，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负责在节目中扮演疑惑的角色，或是一个客语四线腔的一个担当。OK， 你们应该不会讲哈嘎发，会讲四线腔。另外，我觉得可能是我很爱穿白 T。那一颗梨子姐姐你。我怎样？我海陆腔客语担当，你应该是专门负责吐槽我吧？是你负责，还有解决哦，我知道，你有一个很厉害的，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就是解决所有的硬知识。我们节目中所硬知识这种很硬的这种。交给你没问题。我告诉你，这的确是我的人设，因为这就跟我个性很吻合，因为我就很硬。对，就是我很老派，然后喜欢很硬的，就是老派担当。对，谢谢，喜欢很硬知识的人。不过你刚刚说到你穿白 T，我跟你讲，各位听众朋友，说到阿凯翔穿白 T 恤的人设，我这边有一个小八卦要爆料。因为呢，他总是穿白 T 恤，有一天他穿了别的颜色的 T 恤。我们没有人认出他是凯翔。太夸张了，太夸张了，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你来上班呢，还以为是别的同事，是不是？对呀。这样子你这样讲后，我好像真的人设蛮成功的。对呀。真的很夸张呢。好了，那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说这么多网红有关的讯息，其实并不是要教大家如何成为网红。真的不是。对，而是要让大家别因为使用了这些社群媒体而受伤了。对，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推荐一部有点洒狗血，也不算爆红，对，没有很红，可是这句好狠哦，但是很值得推荐的一部影集，对，绝世网红，没错。对，那在介绍这部戏以前呢，我们要先来人设互换一下。可以啊，毕竟平常都是我在用客语介绍剧情。对，这次要换一颗梨子姐姐，你来用客语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而且要用四线腔。你想考我是吗？对，我当然是用客语来讲，但是我坚持海陆腔，因为这是我今天的人设。好 ，Let's go。一届在 IG 当红有8万人对中嘅명風，日本大家把到幾個星咧，有人呢又出現咧，還可以直播節目。一個在 IG 上的100萬網紅，某天突然起死回生，還開了直播。記到大家講，佢形容人對唔會用 IG 嘅人，變做社交軟體嘅8萬명風，又形容人受到網友嘅惡意攻擊，實看唔開。他告訴大家，他是如何從一個不會使用 IG 的素人，變成社交軟體上的100萬網紅，又是如何受到網友的惡意攻擊，踏上死亡之路。好緊張哦！韓國公開咧，명風世界都安度嘅醜聞，
因為好好揮爆了到傷害幾個人，并揭露了网红世界内的各种八卦丑闻，试图报复曾经伤害他的人。我觉得这个剧情简介被我们两个这样一讲，听起来很像恐怖片它明明不是。我觉得有一点恐怖啊。好啦，也可以啦，大家自己去看就知道了。不过我发现你这个海陆腔念这一段还蛮厉害的，蛮有味道的。对，蛮有味道的。我觉得之后可以让你多多来念。好啊。谢谢哦，谢谢你。说到这部影集呢，在戏里面会看到好几个网红，这些人都有自己的人设，就是我们前面刚刚提到，就大家都要有一个自己的人设。例如在戏里面就有一个主打对闺蜜超有义气的网红吴敏慧，就是她对闺蜜很好，是一个很有义气的朋友。所以她的人设呢，就是超级挺朋友的人。这人设好特别所以呢，在剧情里面，当她跟原本同为网红的闺蜜翻脸了，那她的人设就会崩坏嘛，所以她为了要维持这个人设，就是要很挺朋友，所以她就立刻找来在这个剧中的女主角填补她闺蜜的位置，就超挺女主。要怎么挺嘞？怎么挺？就是跟粉丝们推荐女主卖的化妆品，因为女主角在卖化妆品，那粉丝们看到自己喜欢的网红，天哪，怎么这么照顾朋友，觉得这个人真的好好又更加喜欢他了。很明显这个人设呢，就是要为了迎合粉丝的喜好嘛，对，或是想要拉近与粉丝的距离，对啊，提供粉丝崇拜的要素来做包装。对，但是剧中这些网红最后都崩坏了，对，崩坏了，这就是剧情。对，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吴敏慧，不能剧透。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人设崩坏可以说吧？这可以说，好大家可以看他们怎么崩坏不过人设会崩坏，大多是因为人设和自己的本性差太多。就像你刚刚的人设是穿白 T 嘛，就不会差很多啊，因为你天天都穿白 T。我的人设是硬知识，也不会差很多啊，因为我就喜欢硬知识。所以当你的这个人设和自己的本性差太多的时候，你等于替自己埋了一颗未爆弹如果不小心因为某件事情而颠覆大家对你的形象的认识，就会造成人设崩坏，就是人设翻车变财超我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好不好？你知道我们台湾的网红的例子我就不举了啦，我们举一个别人的对，前阵子 BBC 有一则新闻说，在四川凉山有10多个网红他借由那个编造悲惨的故事来直播卖假货骗钱怎么做呢？就这些网红先把自己打造成淳朴男主角或是善良女主角，你干嘛笑？真的啦。为什么感觉剧情怪怪的？没有然后呢，他就找一些当地的民众假装是贫困的农民然后那个场景就挑那种什么当地无人居住然后断垣残壁的房子作为直播的背景，然后网络上就打着帮助这些贫困农民销售在地农特产品的旗帜，号召粉丝们一起来做爱心。就像假如你到那个地方，然后你找一个看起来很破的地方然后你主打的人设就是你是一个这个善良的男主角，然后你帮助当地的农民对，那但其实他们贩售这些农产品都是从别的地方低价买来的，根本就不是当地的Oh my god， 所以是来骗人的。对，然后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博取大家的同情心那骗来的钱竟然高达注意听1000万人民币，也就是约4400万台币。对，后来当然就被警方发现了把他们都抓起来好夸张啊！这个例子哇，真的是戏剧性耶他们原本建立的善良还有这种有爱心的人设形象，你看一下子就崩坏了。对，我觉得这种故意要卖弄惨状然后来博眼球的这种方式真的非常的不可取，所以大家不要学习不过话说回来，要成为一个网红除了要有人设对不对？按战术也很重要对不对？非常重要好吗？因为它代表人气高低的一个指标，就是红不红啦在这部影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网红为了要增加按赞数使用了很多的小技巧请问你的 IG 的按赞数多吗？按赞数我觉得还好，就是那几个朋友大概高的话有100多个蛮多的啦蛮红的好还要嘟嘴100多个
OK， 好，算少，不要被别人听到笑我们。如果是网红的话，这等级不算什么。当然呢，对，小蚂蚁。好，在这部影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网红为了增加按赞数，使用了很多的小技巧。我们现在就要来解密网红流量密码。有什么流量密码呢？赶快学起来。第一个 hashtag。我想，如果大家现在使用社群媒体都很上手了，应该对 hashtag 不陌生。所谓的 hashtag 就是在社群发布贴文的时候，在一个词或句子前面加上类似井字号的标签，有没有？有，这个很会 tag， 年轻人很会。对，通常这个标签是有主题性的、有意义的词，透过标签可以连接到所有标记这个词的公开贴文。所以你要是 hashtag 下得好 po 文很容易就会被看见，就可以增加能见度，而这也是成为网红最需要的曝光度。我举个例子哦，例如在剧中的女主角有没有就下了一些 hashtag， 像是变得出名吧，觉得不公平吗？你看像这样的标是不是看起来就好像很吸引你？然后另外呢，补充一下，除了井字号，还有那种小老鼠。也是 hashtag 的标签，就 @，OK， 一些名人之类的，对，所以呢，的确，如果你 hashtag 下得好的话，hashtag 不是 hashtag， 英文不好 ，hashtag 如果你下得好，的确会让人很想点进去看。不过说到这边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根据统计，2023全球几个 IG 上最火红的 hashtag。哇，我真的超想知道，第一个，来。hashtag love 就是爱 LOVE， 爱果然是最强大的哦。好，再来还有 Instagood， 好难哦 INSTAGOOD，意思就是说这个照片超赞，不按不行。真的很好奇标注这个 hashtag 的照片到底有多赞呢？我们回去可以试试看哦。 OK， 然后还有这个 hashtag photo of the day PHOTOOFTHEDAY，就是 photo of the day， 意思就是今日图片。就是说这个看起来是在用手机记录生活，对，应该是这样吧，因为它 of the day 嘛，说这是今天的照片，对，所以就是重度使用者。除了呢下 hashtag 之外呢，是这戏剧里面还有演到有网红为了要挽救自己不断下降的人气，他去买了粉丝人数，一点都不意外，现在的年轻人都会买呀，这好像很常见，对不对？好，那说到这里呢，一颗梨子姐姐，你知道我们的剧透客语 IG 粉丝有多少吗？我知道，我昨天还有上去看一下数字，我要公布答案了。你知道我们的 IG 粉丝有多少吗？各位听众，147个，哇，超少，超级少那我们要买粉丝吗？我想想看，不要，就让我们赤裸的面对大家吧。难怪我们不会红。我们诚实做自己，没错。好啦，买粉丝呢，其实好像也不贵啦，因为现在呢，其实网络很容易找到这些贩售的平台，像是主打台湾真人粉丝100个，你知道这要多少钱吗？多少？只要20元呢。20元？对啊，是不是很值得要买一下？怎样，永远不掉粉吗？对，而且他还说永远不掉粉。不要。Why？ 因为买粉丝是有风险的。那些所谓的真人粉丝，有些其实是幽灵粉丝、僵尸粉丝、机器人粉丝。这样很好，你看，又是幽灵的，又是僵尸的，听起来很可爱Excuse me， 我要讲这个很重要。幽灵粉丝、僵尸粉丝指的是这些账户不是活跃用户，就是他们追踪你以后永远不会互动，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就是感觉跟鬼在互动这样子，差不多就幽灵跟僵尸嘛。然后那个机器人粉丝则是指那些由电脑程序所创建和控制，并不属于真人所有，完全由电脑操控。那这些都算是劣质粉丝。大家呢可能会觉得，不管是不是劣质粉丝，只要粉丝数有增加，这样不就好了吗？要是这样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以我们剧透客语为例好了，我们原本刚刚说多少？147嘛。对，147。那如果我们去买粉丝，让粉丝人数冲到3万，
对吧？不错啊。你们有很多钱嘛，我们买到的都是幽灵粉丝、机器人粉丝。那其实真正跟我们互动的，还是只有原本那147个，对不对？听起来很哀伤哦。对。那在 IG 这种物以类聚的演算法里面，我们剧透客语就会被认为内容是劣质的，信用评级还会被扣分呢。要是信用评级真的不及格，就会被限制流量，甚至被隐藏或封闭账户。我再白话文一点，就是你买了3万，可是你会发现按赞数可能只有30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都是劣质粉丝。这样蛮严重的。对啊。不过呢，除了买粉丝之外，在剧里呢还有介绍到另外一条增加人气的秘技是什么？那就是寄生蹭流。所以不是寄生上流。感觉差不多。这个蹭就是蹭流量的蹭，蹭流量啦。OK， 蹭流量，寄生上流感觉差不多很像，很类似。那你的寄生蹭流的意思是？就是去蹭那个知名的网红啊，跟他们互动。对，多跟他们互动，打卡拍照。那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把对方的粉丝导入到自己这边。假设我今天跟五月天阿信拍照好了。哇哦。然后呢，拍照之后我就上传 IG，再打卡 hashtag 这个五月天阿信，说不定他的粉丝就会跑来我这边看我的照片啦，这样我就有流量啦。说不定他的粉丝看到我，凯翔，你怎么长得那么像新田真剑佑？Oh my god！ 等一下，就他，哪里像？发福的部分。你干嘛讲人家发福？没有啦。真的有人说我像，好不好？你说这一个画面正面是不是？远远看。你知道吗？各位听众伙伴们，他现在把那个新田什么真剑佑的那个在台湾受访，是不是？对，直接画面点给我看。我觉得好啦，蛮像的啦。你看，大家都说我本来我要截图传给你什么的，大家都说很像，我不骗你。各位伙伴们，赶快去看一下凯翔的 IG， 大家赶快去看一下凯翔的 IG， 他长得真的很帅哟。不过光是导入对方的粉丝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吧？是啦，没有用。重要的是如何留下这些被导入的粉丝，你要如何把他们留下来？有时候就得靠自身有没有料与自我观点了。像剧中女主角有没有像新田真剑佑的内涵与外在？例如说，像剧中女主角本身对于穿搭时尚很有概念，所以在导入名模粉丝的时候，就可以轻易的吸收成为自己的粉丝。另外还有就是现在呢，有很多网红也会采用 FEAT 的方式，FEAT 什么意思？就是呢要邀约别人来当特别来宾，一起完成一部影片。没错，这样除了呢可以带来不同的元素，更增加影片的丰富度，也同时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让对方的粉丝被自己圈粉，成为自己的粉丝。所以呢，一颗梨子姐姐，我觉得我们下次也可以找人来 FEAT， 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考虑哦。好了，虽然说这个粉丝越多越好，不过呢，如果你遇到了黑粉或是酸民就会很辛苦啦。对，像是剧中呢，就有一位 BBB Famous， 这位黑粉呢，他是一位按摩师。那因为工作关系呢，他可以听到很多网红之间的秘密的对话。对，因为他都在帮那个网红按摩，所以一直按摩的时候，那个网红之间是不是就会一直聊天？对，就听得清清楚楚。那对于网红每次聊天都在聊自己比较奢华的生活然后随便一开口的数字也是自己薪水好几倍。感觉就会嫉妒，对，有一种嫉妒的感觉，甚至会有怨恨的感觉，没错。所以呢，他就开始化身成黑粉，在网络上恶意的攻击，让这些网红被他们粉丝来唾弃。其实真的蛮可怕的哦。不过说到这种恶意攻击的酸民文化，我想分享一下2023年台湾10大键盘酸民爱用语录。有酸民爱用语录。我觉得我们真的蛮厉害，连这个都有统计数据。我要讲第一名。好，来。第一名叫笑死。我觉得这个有啊，你常常会看到我会跟我朋友也这样讲笑死。可是就是你要看恶意或是不是恶意嘛。然后第二个可悲。天哪。第三不意外。第四活该。还好啦。或者是莫忘初衷。我觉得有一个蛮严重的，请问一下他哪位啊？他谁呀？他谁我还有一个又在写废文。自以为我们会不会被说又在做废节目？玻璃心，最后
后一个就是玻璃心，你刚刚的表现是不是玻璃心？对，还有一个就是底下写玻璃心，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有很多人会分享一些自己比较难过的事情，然后底下就会有人留言说：“哦啊，玻璃心啊，在你那边伤心。”对啊，我就是玻璃心，怎么样？我觉得要是我是网红我真的是每天应该都会玻璃心碎满地每天上社群呢，如果要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酸言酸语，真的很难不崩溃呢。所以当网红心理素质要很强才可以。对，不过我觉得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不小心就会变成酸民。怎么说呢？因为在社群软体上啊，会看到很多人在分享什么游山玩水啊、吃香喝辣啊，或是旅游购物啊、晒精品啊，对啊，好像都在说我，我没有晒精品，除了晒精品以外，所以你是分享游山玩水、吃香喝辣，后面那个没有，对，旅游有，就是分享生活的照片啦，对，就是难免这些照片呢，分享出去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比较，对不对？对，就有比较心态。那以我自己来说，像是我工作比较累的时候啊，如果我滑到朋友出去出国啊，或是去玩的照片啊，就会好希望自己也可以放假然后就会很嫉妒他们。对，不过这听起来没有太负面，只是有点羡慕他们的感觉，对，是羡慕的那一种啦。对，正是因为当我们登入社交媒体的时候，读取到的可能都是发文者非常精心策划出来的内容。例如像我看凯翔的 IG， 拜托，那每张照片根本就是精心拍摄、精心挑过的。有嫉妒我吗？还好，也就是你精心策划出来的内容，再加上如果是重度使用者的话，就很容易被影响哦。怎么被影响呢？以2023年为例，台湾人在使用社群平台的时间上，每人平均花费2小时6分钟在社群，相较于去年就成长2分钟，所以大家使用的时间都变长了。重点是，其实每天真的花很多时间在上面，要是每天一直滑、一直看久了，不知不觉就会引发越来越多的比较，就是他去这家店吃，哇，这家店好漂亮，哇，他这衣服好漂亮啊，他那包包好贵哦，哇，他怎么买了那部车？真的可能会认为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比起来，怎么那么的暗淡无趣，甚至可能会觉得，自己有点穷酸，或是有点可怜。对啊，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没有很严重啦，只是我觉得连我这个成年人在面对朋友圈的美照的时候，很难不被影响。那对身心正在发展的这个青少年朋友，可能就影响很大了。这是真的哦，对青少年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2022年儿福联盟的调查报告，将近90%的儿童、青少年都曾出现至少一项社群恐慌的症状。我现在讲这个很严肃哦。例如担心自己无法像网络上那些人一样拥有很好的生活经验。第二，害怕不懂现在网络上的流行梗。OK，第三，错失朋友的邀约。另外有超过60%的儿少认为网络交友比现实生活容易。对，我觉得像我自己也会啦，无聊就会滑滑脸书啊，或是 IG，或是和朋友赖来赖去的啊。对，那有时候呢，漏看讯息，或是听到同事在聊什么社群上的热门贴文啊，但是自己不知道的时候，真的会有点焦虑呢。你这会不会是轻微的社群恐慌症？有可能。我要讲这是社群成瘾下的一种病症，患者会担心自己在网络世界缺席而错过许多的事物，所以就会感到很焦虑、很不安，甚至产生恐慌感。我举个例子，我曾经跟一个青少年聊天，他每天都一定要一直滑 IG， 因为他要知道朋友每天发生什么事，然后他一定要按赞，因为他如果没有按赞，他第二天去到学校，他看到朋友，他就会觉得好像很焦虑、很不安。然后朋友如果发限动，他一定要看限动，他如果没看限动，就会不知道朋友发生什么事，他也会感到焦虑跟不安。你看这些事情其实都已经蛮严重的在影响青少年了。对，我觉得我的焦虑来源是我今天要发什么贴文。这也是对，这也是真的。很多青少年他们就会想说我今天要发什么贴文，然后他要花蛮多的时间去剪辑、去编排，然后
一发出去之后会觉得啊，这个发文好不好？发完又担心按赞数够不够？对，然后要那个内容会不会吸睛，大家会不会想看？对，所以呢，像我呢，就会想要减少使用，去避免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这就代表其实你有自觉，所以你想要减少使用，对不对？我这边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要如何避免像我们上述讨论那样的一个状况哈。例如你的追踪使用时间，要了解自己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确认是否过于频繁的使用，对，就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啦。再来就是比如说关闭提醒功能，因为许多人一旦收到社群媒体的手机通知，有没有好像不看真的不行就忍不住要看，会不会？你会不会就忍不住想要赶快去滑？对不对？所以你要先关闭不必要的提醒，要不然你就是要规范使用的时间，就是规定社群媒体每天使用的时间跟每天使用之间的间隔，避免一不小心就沉迷其中。我觉得这个也蛮难的，真的因为你就忍不住想要看，对不对？对，除非你要开什么闹钟啊，或是什么定时关手机之类的。懂。接下来我要讲这个，我自己有这个问题，就是睡觉前不滑手机。更难。你睡觉前会滑吗？会耶，就是手痒。我心里想说，我就是睡觉前才有空滑手机啊，就是睡觉前才有空啊，对啊，比较闲。对，可是呢，睡觉前如果滑手机是很多人的睡前习惯，没有错，但是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超过时间，你反而耽误睡眠。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有时候超过时间，你会开始失眠。对。你懂我的意思，就是因为你睡觉前很放松，你滑着滑着就滑2个小时，你反而失眠了。对，所以建议睡前将手机放置离床很远的地方，降低使用的欲望。很难，好不好？对，这超难的。对，要不然就是培养其他兴趣啦。很多人会觉得很无聊，没有事做啊，就会一直滑手机，一直滑手机。所以我觉得可以培养其他的兴趣，例如说去爬山呐，这样就可以减少社群媒体的依赖啊。反正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要试着做做看。对，或是我们现在一直录节目，录到晚上，然后呢，我们就一直用不到手机了。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马上立刻手机拜拜。你要丢掉了是吗？我开玩笑的。对啊，怎么可能？手机这么好用，真的。好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么多跟网络社群有关的事情，撒哈罗，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客语教学时间。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都是现在很当代、很流行的，像一些社群媒体，对不对？没错。那客语要教什么呢？就是教对客语词汇来说一些比较新的词，因为推行国语政策以及随着时代的变迁客语出现了蛮大的断层，像是电脑、手机、网络这些词以前根本都没有。所以呢，为了要跟上时代，方便沟通，客语创造了很多新兴的词汇。今天呢，就要教大家这些词汇怎么说。Let's go！首先要先学这个算是新兴词汇里面的老词汇。对，电脑的客语呢，4线腔是天脑，海陆腔天脑。再来是手机的客语4线腔是手机，海陆腔手机。接下来要教大家网络的客语4线腔是网路，海陆腔网路。那接下来呢，要教大家更新一点的比较夯的词汇。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一直提到的网红，客语4线腔网红，海陆腔网红。还有社群，客语4线腔社群，海陆腔社群。接下来呢，我这边呢要小小的同场加映一下社群平台排行前几名的脸书，客语4线腔免俗，海陆腔免术。那还有直播，客语4线腔是直播，海陆腔直播。那除了直播，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夯的新的词汇，就是限时动态，客语4线腔是限時動態，海陆腔限時動態。粉絲的客语呢就是粉絲，海陆腔粉絲。还有酸民
酸民的客语四线腔是酸民，海陆腔酸民，有酸民就会有黑粉，黑粉的客语无粉，海陆腔雾粉，雾就是黑黑的，所以乌粉就是黑粉，雾粉，雾粉。好的。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客语新兴词汇吧，一个一个来哦，好不好？你先还我先？你先，我先哦。那反正我就是海陆腔嘛，对。好，反正我就是海陆腔，你就是四线腔，这样听众朋友就可以分辨了。好，电脑，天脑，天脑，手机，手机，手机耶，网路，网路，网路，网红，网风，网风，社群，社群，社群，脸书，免书，免书，直播，直播，直播，限时动态，韩系动态，韩式动态，粉丝，粉丝，粉丝，酸民，酸民，酸民，黑粉，雾粉，无粉。好，我必须说哈，学这几句客语其实没有什么规则，不过这就是新兴词汇，我觉得大家听就把它当成一个蛮有趣的发音练习好了。走的。如果呢，大家还有什么新兴词汇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话，分享都很给 IG， 记得到我们的 IG 哦。我们在147个粉丝的 IG 留言。对，我们在剧透客语的 IG 跟大家见面。是的，对，黑公有新兴词汇作为团分享给发，分享都很给 IG 来留言给我们哦。好的，那记得订阅我们的课普拉斯，收听剧透客语 Let's Talk。我们下次见，张磊了，拜拜。克里兹姐姐，刚刚我们说到，因为时代进步而造成了这个客语的断层啊。接下来呢，我要考考你一些网络的流行用语的客语。我这真的还蛮厉害的。紧张吗？我蛮厉害的，我有点紧张。你问，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快逃啊！哦，这是网络流行用语，我知道，就赶快逃走的意思嘛。没错，客语是什么呢？各位听众朋友，撒撒走哦，撒撒走，好厉害哦！有，再来，那在这里我觉得难了。好，哇，你真的 barbecue 了。我觉得要先解释 barbecue 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完蛋了的意思。客语有。你说，坏胎嘞，太夸张，就是坏蹄了，蹄子坏了，那个马蹄坏了，坏蹄了。可以，这个可以。好，再来，生气，这意思你知道吗？生气的意思啊，欠子子哎，很好，欠子子哎，好奇特的发音哦，欠子子哎。那还有，可播，这难了，可播。就是可悲的意思啊！你好新潮哦！废话，拜托。客语，菜狗，四线腔菜狗。对，再来最后一个，不能再考了啦。这个死屁孩，这个你好讲吗？你这个，那这个客语你会吗？其实这没有什么好什么对应的，就细谁鬼，就死小鬼，就黑你，谢谢。